来是正大的消息，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到议会备询，讲防疫这3年来，正副总统拢无到新北市关心过疫情。马上总统府就反驳了，讲蔡总统有敲过电话予侯友宜了解到防疫的状况，嘛有到三重埔的1922卫务中心来加油鼓励，嘛有指示国军投入到新北市的防疫。总统府希望侯友宜停止着无必要的政治的操作。侯友宜再去我甲弹转去哦，讲这个新北市疫情上界严峻的所在，总统、副总统是毋是有来了解到基层市民的心声？民众拢知咧，拢真清楚。另外郭台铭来画出讲，一个县市起一座小型的核电厂，侯友宜有啥物看法咧？伊讲每一个人对能源的政策拢有表示意见的空间，会当无欠电、卖欠电，这才是上重要的代志。1年来啊，3年来，我没有得到总统、副总统要到新北市来关心我们的疫情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汉日在咧市议会，骂讲正副总统在咧疫情期间都无来到新北市关心防疫，这敢是中央对待新北的方式，心内阁真侪怨言。新北市是在疫情上是浪头上，所以新北市一碰到状况，一定地方反映给中央。所以当时我们提出了口罩实名制、快筛阳等同确诊，甚至率全国之先推动了居家照护。总统府昨背回侯友宜，讲蔡总统在咧疫情期间，毋捌打电话予侯友宜了解防疫状况，伊嘛捌亲身去三重埔的1922卫务中心加油，嘛指示阿兵哥投入新北防疫进步。佢讲理解政治人物是要选举，毋过无必要的政治操作等免啊。新北市是疫情最严峻的地方，总统、副总统有没有来到第一线关心新北市的基层市民的心声跟需求？我相信新北市的市民对整个过程都了然于胸。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若赞成有条件停启动技术，嘛认为每一个县市都能起一座小型安全的核电厂，搁一摆引起正大议论。每个人对能源政策都有表示意见的空间，只要讨论让台湾如何不缺电，大家有共同的一个方向，这才是最重要。面对郭台铭话题不断，侯友宜嘛来骂中央政府唔接招，嘛一直出招，敢若拢是为着拿赢2024大会，面前拼出战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